大家最關心嘅就係貼片做完之後呢，可以用得幾耐？正常嚟講呢，我哋做完貼片之後呢，護理得好嘅情況下，可以用10至20年，完全冇問題嘅。但係呢，有幾點需要注意嘅。第一就係日常嘅護理，要堅持洗牙，同埋戴完貼片之後呢，要醫生將啲貼片同牙肉之間嗰啲膠要清乾淨。因為嗰啲黐牙膠呢係化學品嚟嘅，長期同牙肉黐埋一齊呢係會容易出現牙齦炎嘅。第二，千祈唔好咬堅果，類似花生啊、果仁之類嘅嘢，因為我哋貼片呢係瓷嘅，如果長期咬堅果啊嗰啲硬嘅嘢呢，就會比較容易出現崩瓷。第三，要堅持1年去牙科洗牙1至2次，因為我哋貼片表面咧，佢都會黐嗰啲污糟嘢、牙石啊，所以一定要叫醫生幫你表面清理乾淨。